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平安，大家午安。我们一起站立来敬拜我们的上帝，因为他是行神迹奇事的上帝，因为他是把奇妙的恩典放在我们当中的上帝。我们一起用喜乐的心来敬拜他。献上当作活祭，
出圣洁贵重的器皿，你丰富恩惠的手足浇灌我，使我花心里充满莫大能力。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，全心全然都给你耶稣，一生一活出荣耀的呼召，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。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，全心全然都给你耶稣，一生一活出荣耀的呼召，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。跟随耶稣，爱我的主，我爱你耶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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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，全心全然都给你耶稣，一生一活出荣耀的呼召，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。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，全心全然都给你耶稣，一生一活出荣耀的呼召，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。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，做出圣洁贵重的器皿，你丰富恩惠的手足浇灌我，使我欢喜里充满莫大能力。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，全心全然都给你耶稣，一生一活出荣耀的呼召，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。主，我们谢谢你给我们那荣耀的呼召，让我们看见上帝你在我们心中为我们设计那美好的蓝图。若不是你的话语，我们怎么能够看到新的意象？怎么能够明白我们人生的方向？主，谢谢你，在你的当中，我们的生命何等美好！谢谢主。有敬拜的声音泛
发出，从最高的山到海洋深处，神的儿女要唱一首新歌，我们神要做新事，旧的事都已经过去，在基督里一切都要更新，新的眼界，新的意象，新的故事，新的方向。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，我愿你来。天要敞开，恩高倾倒下来，神国度的荣耀彰显，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，我愿你来。神灵看见新的想，你要做新的事，在我们中间，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，我愿你来。天要敞开，恩高倾倒下来，神国度的荣耀彰显，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，我愿你来。神灵看见新的想，你要做新的事，在我们中间，有敬拜的声音发出，从最高的山到海洋深处，神的儿女要唱一首新歌，我们神要做新事。我要邀请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，圣经在创世纪一开始就写说，在这之前呢，我要先邀请我们大家把眼睛闭起来。我要邀请我们大家把眼睛闭起来。我要你想象一个画面，就是创世纪一开始。圣经说，起初，起初，起初，这个地是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。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，地是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。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，运行在我们的心里面。运行在我们当中。
沌的心里面，看似没有盼望的心里面。接着，这位创造天地万物宇宙的主宰说：“光。”光就进入在我们的心里面。你看见了吗？神在你心里面发出那亮光。使我们黑暗的心、混乱的心、不确定的心、对未来感到恐惧的心，因为神的光照亮了，全世界开始有了光。因为神说要有光就有光，神说我们的生命要做一件新事，是他的光要照进在我们的生命里面。从头唱一次，让神的光来带领你经历。今天你要敬拜神。我们今天学的第一件新事是，我们要从心里面领受那个光，要来敬拜神。我们一起开口来唱。有敬拜的声音发出，从最高的山到海洋深处。神的儿女要唱一首新歌，我们神要做新事，旧的事都已经过去，在基督里一切都要更新，新的眼界。新的意象，新的故事，新的方向，全地都要渴望，呼喊荣耀的主，我愿明白，天要神今天
天要敞开，让高兴飘下来，是国度的荣耀彰显，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，我愿你来，神灵引领，看见心里想，你要做新的事，在我们中间。全地要渴望的是，你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，我愿你来。天要敞开，天要敞开，让高兴飘下来，是国度的荣耀彰显，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，我愿你来。神灵引领，看见心里想，你要做新的事，在我们中间。主，你要做新的事在我们中间，你要做奇妙的事在我们中间。主啊，你让我们脱去那旧的衣裳，穿上新的衣裳。就在今天的晚上，再次带领我们来经历，因为我们遇见的这位主是全地都要呼喊渴望的主。主啊，是全地都要称颂、要赞美无止境的主，是那位创造我们的主，救我们的主，更新我们的主。主，今天的晚上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，就是单单的来到你的面前。主啊，你再一次的让我们心里面的那个渴慕被你来激励，让我们心里面的那个渴慕被主你亲自来带领。主，我们都渴慕，因为唯有你能满足我们的心。让今天在这里的敬拜、祷告都能够蒙你的悦纳，在你的宝座前，主你听见我们每个人的祷告，你看见每个人的需要。主，你今天也使每个人在你里面得着那更新，不断的更新，不断的更新，叫我们的生命尝到那恩典的滋味。我们就要大声拍手来赞美你，我们就要大声拍手来颂赞你，我们就要大声的将荣耀归给你，因为主你是配得我们赞美的主。我们用掌声，我们来献上这些荣耀给主。我们用掌声来献上我们用掌声来献上我们的敬拜，我们用掌声献上主让我们做那医治拯救的工作，做那更新的工作。我们用掌声来献上我们的生命。主，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在这里。我们要一天一天的来经历，我们要每时每刻来经历你，因为主你是使人复活的主，你是使人得着更新的主，你是使我们的生命从0岁到100岁都能够活出那新鲜的恩膏，活出那新事在我们当中的主。我们向你献上感谢，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坐下之前跟你旁边说，上帝要使你的生命一天新似一天。喂，太更新了，我就直接坐下去。大家平安，平安，大家晚安，晚安，谢谢。
谢那个就弹琴就知道又到了我们欢迎新朋友的时间。有没有在我们当中你是第一次来的朋友？哇，这里真抱歉，我自己听了。喜欢喜欢你，欢迎，要不要旁边的人介绍一下叫什么名字？介绍一下嘛。立翔，林立翔，哦，林立翔，欢迎你，立翔。好，然后我们看到新朋友，就是不用太惊讶，这是很自然的事情。但是有一件事情需要我们一起来努力，一起来接纳，就是大家看到他可以跟他打个招呼，林立翔。好，那好，在我们当中有没有很久不见的朋友？自己去，很想被欢迎这样。那这样欢迎给不一样的。都可以。还有人跟我一样对，有吗？没有吗？要那刘牧师可以清点好不好？燕都跟我一样很久嘛，对不对？哈。对对对，还有他右边那位邱雨辰啊，跟我一样很久。哇，我们爽二人组，爽。他前面有吗？他前面的是吗？前面那个陈星吗？对，那陈星每个礼拜都被我认为是新朋友，为什么？因为简单留谁？黄渊又，周成汉。哦，周成，我说的是黄渊。好，那我们一起来欢迎好了，好不好？1、2，要弹不一样的吗？1，都可以啊。好了，不要考你。1、2、3，来。但周六礼拜我们都要一起见到啊！感谢神带领我们，刘牧师1个月1次来到我们当中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进行到那个报告，可能要帮我按一下哦，这里上。哦，圣礼点下主日11月5号，如果你有报名洗礼的，或是你的好朋友、你认识的朋友、你的属灵伙伴他要洗礼的呢，就请我们预备心要参加圣礼点，一起来庆祝这个灵魂收割的日子。好，看一下第2个，11月12号主日礼拜2场都有生日助学金的颁发，所以他之前会先 po 在那个周报上面。那如果你是代表领奖的人，或是你是有这个奖可以领的人，就是请你一定要出席主日礼拜。第3个，礼拜天下午1点在501教室学新团契定期会，那请核心同工预备心，如果你是核心同工不能来，或者是有什么事情要提前报告的，请让我们后面的那个学习会长平山要事先知道哦。好，下一个，总务组跟敬拜组持续的在招募小帮手、大帮手、各种帮手。那如果你会帮的，就各种帮忙，你就可以来参加。好，那我们继续来看。这个是就是最近开始那个我们有许多的创意的服饰开始出现嘛，就是继我们假日班之后就开始一连串的哈。那现在已经到了社青这边来，那接下来我相信学青也会开始，我还念不出来，94众艺女社青手作邀请卡，听说社青呢他们就这次在想说要来邀请12月。参加这个系列的福音活动的人，可是很常我们口头讲嘛，就是荣贤你要不要参加12月的这个圣诞节庆啊？他当然说讲一讲就好像也不知道什么时间，然后可能过了1个礼拜又忘记了，讲完有时候 FB 或是 LINE 会已读不回啊，所以就直接很认真的做邀请卡。所以这是经过设定对象，就是说你有想到有1个人，然后你也想要邀请他，然后他们就用这个时间来做邀请函，顺便讨论一下，我们12月之前12月开始的时候已经开始了，然后怎么样邀请这些同工不是同工，新朋友、慕道友或者是亲友来到这当中，一起来庆祝，一起来开 party。好，那下一个我们来看社新团契呢，也在11月11号的时候有这个烤肉趴。
也是我们第4季的庆生会。那他们这是带新朋友的一个活动，所以我刚刚讲那邀请卡啊、烤肉啊，他们其实都已经有想好说，我们接下来怎么来邀请。所以如果你有最近有一个朋友，然后你可能在中秋节的时候没吃到烤肉，你就可以利用这个机会，社青团契的这个烤肉趴这样子。好，那报名费是150元，然后如果你有带新朋友的话，会再优惠这样。请速洽社青团契会长。好，接下来一个是，哇塞，这只要变一下，那音频都不一样。社青团契的守望祷告在11月12号8点15分3楼祷告室。下一个，青年牧区的献诗青年的牧区哦，所以是整个青年学社青都一起的。11月19号台语场的时候要献一首台语的诗。然后在10月28号，今天是今天对不对？今天小组前要来练习，今天小组前要来练习，所以大家聚完会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在这里集合嘛，哈，然后我们就在这里练习。好，下一个，这个属灵家长装备的课程呢，就是我们今天刚好上完，那感谢就是最近每一个人真的是。特别有些同工，他们每次礼拜6呢，就是早上8点到晚上9点，比加班还辛苦，因为是12个小时。那请假缺课的同工呢，就是你有报名，但是你这过程中有缺课没有上完的，请你要在今年的11月底之前要补课完成。要补课完成，请尽量在11月底补课完成。那不然我们可能就要是明年的时候再请你重新来上哈。这是我们苏青长老特别交代说，赶快，我们有这机会，播出你有空的时间就赶快来补课。那补课呢，你就可以找我们的语文干事，然后他那边有补课的那些资料讯息。好，下一个，这个青年亲友福音好难念，参会裘海正音乐见证会，12月9号呢是。裘海正的音乐见证会，有听过裘海正的举手？最近应该都有听过啦，之前不一定有听过嘛，吼。那有可能你爸爸妈妈有听过，那你爸爸妈妈搞不好还听过他唱的歌，因为我们不一定有听过他唱的歌嘛，不然就透露年龄啦。所以那个12月9号的时候，在这一天成人牧区举办，可是是全教会都可以来参加哦。那6点到7点的时间呢，就有一个在我们当中的青年，赶快看一下旁边。我们邀请我们的父母亲或是亲友，他还没有信主，或者是他可能有一点点兴趣，或他没有兴趣，但你邀他来，他就有兴趣的，那你就可以邀请他在6点的时候，成人牧区这是非常有心，他们就是为我们预备了这个餐会，所以这是需要登记的。如果你要带你的爸爸妈妈来，或是你的姑姑、婶婶、舅舅、阿公、阿嬷来的话，你就可以先事先，因为这要统计人数，因为有这个餐点的预备嘛，所以11月25号礼拜6之前，请向语文干事来登记。那，那边举手。所以有礼拜吗？那天呢，我们的礼拜就是餐会，透过餐会我们一起来聚集。然后7点的时候呢，我们要下去到2楼去参加音乐见证会。OK。写错，哪一个是写错的？12月9号。12月9号，对，12月9号是礼拜6，对，当天。好，所以就是请大家要预备心，邀请我们的亲朋好友来。如果你说他没有听过裘海正，但是或是他年纪太小，可不可以邀请他？也可以一起来这个餐会，但是这是需要事先登记的哦，所以请大家可以赶快找你1个找10个都可以，但是要登记。好，下一个。迦南有圣诞，我们的那个社团报名就是到今天截止啊。如果你今天之前都还没有报名完成的，就是赶快，今天是最后一天。那其实我们社团都已经开始在预备了。那这次有邀请到有国中的，有高中的，有大学的，好像还有社青的吗？我忘了，好像是。那在今天那个，我们要来看一个影片。好，帮我关这个灯，前面的前面这个。
声音，声音，声音。好，我们先将掌声先给我们的神。在教会呢，先不用管，在教会有许多的人，他们不知道怎么样带人来到教会当中，不知道怎么向人来传福音。好，有可能他自己在教会当中很多的学习，但是他不知道怎么跟人家分享。那透过12月2号一直到24号，我们同工很用心，在事前已经开始预备。你看到这个影片是每一个礼拜都在修改的，你看到这些项目里面是每一个礼拜都有人在讨论要怎么样来举行。为了这个目的，是使我们身边的亲友得着福音，使我们身边的亲友去经历好消息。怎么样将这个好去跟人家分享呢？我想就是我们的一个邀请，一个主动，一个邀请卡，一个简讯，一个 LINE， 一个 FB。那我们在12月2号开始呢，就有一系列的。你说，传道我们只能参加12月23吗？当然，你要参加每一个礼拜都 OK 哦。而且你也可以想说，你现在身边有哪一些对象，你要邀请他到哪一个时间的活动，哪一个时间，然后在12月24号的时候，邀请全部的，不管是成人牧区、和上牧区、青年牧区，我们都一起来欢庆拜。纪念耶稣基督，纪念我们在这当中得着这些福音好消息。好，所以现在跟你旁边的说，设定对象邀请1到2个人。设定对象邀请1到2个人。OK， 好，谢谢。那我们现在要来预备我们的奉献，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。如果不明白奉献的意义的话，我们就先用祷告来表达我们的感恩。聚集在这里，一起来敬拜你，求你能够带领我们，让我们在接下来预备所有圣诞节的事工，还有我们预备我们的心，不管我们是在工作上或者在学校上，都能够有你与我们同在。现在我们奉献，将我们的时间、金钱跟才能奉献给你，求你悦纳。这样祷告是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阿们，请坐。
大家平安。那个听说我是怎样，一个月来一次，所以请大家不要出现那3个字，那叫什么？大姨妈啊？我不是大姨妈。好，我是刘应验牧师，虽然我也是1个月来一次啊。好，来那我们一起很高兴1个月我可以来年轻一次哦。我们一起要来读今天的经文，大家预备好了吗？好，来，请。耶稣走遍各城各乡，在会堂里教训人，宣讲天国的福音，又医治各样的病症。他看见许多的人，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困苦流离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。于是对门徒说：要收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少。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。耶稣叫了12个门徒来，给他们权柄，能赶逐污鬼，并医治各样的病症。这是今天神要特别要给我们的，就是说，我们可能是曾经是迷途的羔羊。但是神寻见我们，因为他自己成为我们的榜样，他自己一直在各世代都寻找羔羊。我不知道你对一把钥匙来讲有多重要。一把钥匙有可能是关乎你生死。怎么说呢？因为一把钥匙有一个位姓张的学生跟一位姓谢的，为了要拿回一把钥匙，烧起了心中一把火，于是就发生了让我们想了都觉得起鸡皮疙瘩、心里难过的事。台大校园里面，因着一把钥匙，2个男人扩及到如今是1死3伤的这个悲剧。这世界的人像不像迷途羔羊？像不像那个已经快要掉到山崖里的人呢？我们来看一个影片，可不可以把灯关起来？谢谢。我很喜欢这个词是因为我说不出口的，他帮我说出。我知道人心需要主，但可以重新吗？谢谢。不是因为他是兄弟粉色唱的，很guts，但是这就是这时代。逝去的过往，就别再回头望。逝去的过往，时常背着行囊，但是随便乱晃。带一身臭皮囊，跟着我这模样，等着手下算账。像是一场噩梦，从来没有醒。我在寻找美丽的风景，太老在的瓶中心。躺在床上，我正放弃窗户，我的想法让我脑力付出，不想再拼，这还不是巨鹿。我的行为怎么那么舒服？渴望自由，像是治不好的病，理由太多，没有人会信，我只需要自己静一静，这趟远行会在哪里停？那个女孩还是嫁了我，是我风格，是我不可斟酌，没有人应该原谅我，双手一摊，我还能说什么？年迈的外婆，关键我在外国，拜托别让她担心，每天睡觉抱着发火，到底为何要躲？怎样才有骨气啊？你是迷途羔羊吗？我曾经是。夜里的片段记忆如风，像选手抓住却已把控，能不能再多一点时间拼凑？逝去的过往就别再回头
就别再回头望，失去了过往。这一路都在流浪，我的生活像是惆怅，这种生活让人惆怅。这条路是怎么走上？睡前问自己是否该继续，现在还是在遵守纪律。我不想自由失去，不想被停止抓进去，只想哼着我的金曲。哦妈妈，我不会让你失望。哦妈妈，我只是在外地闯。想起你的脸，在我眼睛闭上，时间在早上，就像手指说的，怕走在早上，别太担心我路过大风大浪。好，谢谢。这首《迷途的羔羊》，好像就正是写着我们这时代每一个走过你身旁的人，可能他内心正唱着这一首歌，他好像感觉他要有所作为，但是好像又是那么无力。他好像可以不看过往，是这样吗？是。今天如果你坐在这里，音乐牧师要说，你的这个愿望会应验，因为主正在找你，而你身边的人，这一群人，我们都要同心来服侍你。如果你是迷途的羔羊，我们都要同心服侍你，把你找回来。因为只有在主这里，你才有盼望。不是唱一唱这个歌，好像疏解一下，好像我努力一下，我就有盼望。我很抱歉，如果没有主耶稣，我只能跟你说，不可能。我们只有为认识神，才有拯救；只有认识神，才有盼望。你不要跟我讲，你可能会跟我讲，就是你那么霸道。我们来听一听好吗？是真的，只有主他可以说这个话，因为在你还没有听过他，你还没相信他的时候，他已经在找你，而且找到你，只是他给你机会，只是他给你自由的空间，因为你想要有自由，不是吗？这一首歌一直在讲争取自由，好像治不好的病一样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的主已经找到你，而且也邀请你在你生命中他放了很多，铺了很多梗，给你很多条路，但是他要你自由的选择，自由的走上来吧，因为他已经出门，好不好？我们也一起，我们今天如果已经在这里的，我们是上帝儿女们，我们一起来服侍神，就像主耶稣一样，他来服侍这些迷途的羔羊，而且把这个羔羊不是找回来而已，而且我们要把它带到上帝的国里面。或许你问我上帝国是什么？可以，我下次再告诉你上帝国是什么。上帝国的意思其实就是在你的生活中，你有上帝的准则，而不是台湾国而已，不是中国，不是任何一个美国，不是而已，而是你在上帝的国里面，上帝的标准，上帝的这个价值观是让你可以蒙福，让你有生路的，是让你有盼望的。我们的主他怎么服侍呢？他的服侍方式就是他医治你身心灵，而且不止医治，他还宣讲，在每一个地方都来宣讲。今天的经文在马太福音，就你会发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居然讲了10次，他在各城各乡忙着，多忙呢？他在每个地方都宣讲上帝的福音，因为他就是看到人已经快要没有命了。当你觉得有一个人快要掉到悬崖里，你不想抓他一把吗？一个人他已经快要在危机里，你不想叫住他吗？停，你不想吗？不会，你会跟耶稣一样，耶稣就是这样，他不断的在这个从8章到9章里面，他有多少的服事，在各地做有多少的事呢？我们一起来看哦，治好麻风病，治好百夫长的仆人，还有怎样赶鬼，还有平静风浪，治好这个被鬼附的人，治好瘫子，治好血肉的病人，使女孩复活，治好瞎子，治好哑巴。神在8章到9章今天的经文之前讲了，而且说了他10次，在每一个地方，我们的主真的是十全十美。
真的看到每一个角落。你或许说乱讲，我现在正在痛苦，你为什么没有看到？看到了，所以你今天才会坐在这里。神的服侍，他怎么样来服侍人？他怎么样得着各式各样的羊？你会说我们真的不同个性，为什么要用羊来形容？因为在那个时代里，在旧约圣经里，因为他们是这个游牧的民族，在他们能够了解的这种经验，就是牧羊人跟羊的关系。所以主他说他得着各式各样的羊，透过生活的关系，透过理性，透过感性，透过现实需要的接触，目的就是要带人进入神的国，带入那个永恒跟盼望里。所以我们每个从神那里领受的，我们都有双重的恩典。什么恩典？就是主先医治我们，而呢，同时他也会把传福音的传天国的福音也给你。他不只是医治你，他不只给你得着你所求的而已，他不只是解决你的财务问题而已，他还告诉你，财务问题只是一个开始，他帮你解决了，而更重要的是他给你福音。这双重的恩典也有一个，当我得着了，我反过来我也要成为可以服侍人的。我今天得到神的恩典，明天现在我就可以成为那牧养别人的人。神寻回我，而我现在双重的恩典，我就可以成为祝福别人的人。我们的主是怎么做的呢？他是差派他自己所爱的儿女，使每一个地方，他在每一个地方做一点，那每一个地方就像宣教中心。所以亲爱弟兄姐妹，你就是宣教中心，你就是可以有发挥影响力的人，而且那影响力是长长久久。这个图这样看得清楚吗？这是一个什么号？铁达尼号。其中有一个牧师，我们知道后来里面有非常多的人在最危急的时候都沉船。你会说，在危急的时候，我要救人还是我要逃命？要逃命还是要救人？大部分的人都抢着什么？抢着救身体。而有一个牧师，他38岁，他带了他的小孩，他的小孩都才只有6岁8岁，他叫做哈佛牧师。当他发生这样大的事情的时候，他知道救生圈是不够的，所以他就给首先需要的，给儿童，给妇女，给谁？当他都给完了，人家就赶着他走，把他丢到水里。当他丢到水里，他看到一个年轻人。第一个，他没有救生，因为他年轻力壮，他没有救生圈。他只问他一件事情，什么事？国渊。当李佩杰认识你，他第一句话，他问你什么事？忘记了。当你晚上来了，什么事？忘记。好，没关系，给你想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在紧急的时候，我们第一个会问什么？俊宇，当你紧急的时候，你会问身边人什么事？第一件事，你问他什么？大家都谈话啊？现在几点？现在几点？感谢主，你没有跟我讲说讲8点哈。他问什么？佳妮，你受洗了没？你受洗了没？受洗好，那个你进救生圈你不需要。维伦，你受洗没？还没，给你。在还没有在给你之前，他说你要不要受洗？你16岁了没？还没。你16岁的时候，你要不要受洗？要。那等一下，我先再拿回来一下，最后一个。哎，今天新来的丽霞啊，你受洗了没？你成为基督徒了没？还没。你16岁了没？还没。你16岁的时候，你要不要受洗成为基督徒？要。好，等一下，这个再给你。啊，谁还没受洗的？谁最铁齿？哎，我知道，不是他铁齿哦，不是。至于你16岁了没？谁啊？你要受洗吗？哦，那拍谁救生圈我再拿回来。他一个问到谁？这边都受洗了啊，都受洗了。他就是好不容易问到一个，请问你们当中有人还没受洗的吗？啊？凯明是不是？
民，你们受洗了没？你们16岁了没？16岁，你们受洗了没？还没，你们要不要受洗？不要，主神去赶快给你。我跟你讲，这个哈波牧师就是这样。当他知道这个人年轻人还没有受洗，他知道受洗的我有永生，我死而无害，我死了是有盼望的。他就这样子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为什么有一群基督徒很奇怪，就像应验牧师问这么奇怪的事？只要我愿意受洗，你反而不救我，你有没有搞错？至于你不要误会，这是现在不是紧急情况，哈，紧急情况我会让给你，哈。所以就是这样，基督徒就是当我们领受了，我们就反过来，我们就是要来牧养旁边的人。在马太福音里面，耶稣说他看到很多人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困苦流离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。当我看到台大那个消息的时候，我心里很难过。谢谢。说主啊，怎么校园里没有机会把福音传给他们？他们心中那个钥匙其实是不要去跟别人拿的，不用去跟人家要回来的，因为他们一起同居的那个钥匙，他要把它要回来。那个房间的钥匙有形的，真的有一天会朽坏，这个关系会朽坏。那无形心里的钥匙，主已经预备交给你。我们的主可以开你心里的钥匙，而主看到这些人真的痛苦流离，好不好来到神的面前？因为神要照顾这些迷养的光景，因为人就像羊一样，没有牧人就会流离，就会困苦，失去方向，偏行自己的道路。没有保护，因为你没有牧人。这世界上的人一样，我们就是很多人，他觉得要自己想办法，自己没有办法，以后就自己想要玩，觉得要玩就可以带给他要的那个世界，结果那世界是错的，那世界是虚无缥缈的，他的人生就又会跟刚才那个迷途羔羊一样，唱同样的歌。我们人生何以要在生命中好像这个绝望中叹气呢？没有，我们的主关心我们，因为他知道羊，他为什么用羊来比喻？其实有很特别的意思，因为羊它的特质是它完全没有方向感，它需要牧羊人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是不是常常也是这样？去到新的地方，或者我们有个新的打击以后，我们就失去了方向。我本来不是决定好我要向上的吗？我本来不是决定好我要做好的吗？我本来不是就决定好我不迟到，我要准时的吗？我本来不是决定好，可是只要一个挫折就失去了方向。羊也是，羊也很容易惊吓，所以圣经里面最多的是说什么？不要害怕，不要害怕，因为神知道我们像羊一样，常常会害怕。神也知道我们像羊一样，常常就盲从，常常喜欢穿那个什么 V 的 LV， 喜欢常常名牌，人家那个剪亮头发，那3个看起来都一样的，那一盘4个都一样。我们好像都要当大家一样。你会说不要指我，我是因为无辜的，我是坐上去，那个美容师他就跟我们讲一样的，有可能为什么？因为美容师他也是盲从的。这阵子流行什么？所以你没有罪，没关系，你不要想要打我的样子，没有，请不要误会我。我是说，这个美容师他也是怎样，也是盲从，因为他也是人。而人怎样？而人只要生病受伤了就会孤立，不是吗？当你觉得说人家看不起我，当你觉得怎样，这就里面心里受伤了。当你觉得好像人家都不看重你，当你觉得我好像没有什么价值，那你就是病了。当你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好事会发生在我身上，那你就是病了。可是当你病的时候，你不会求助，而是你反而就是越来越孤立，越来越孤僻。羊也是这样，还有羊赶不走寄生虫的，寄生虫在它身上很多，羊自己没办法把它抓起来，肚子里没有办法，它需要拯救，跟人一样。
我们也需要主的拯救，因为那些罪就像寄生虫一样。你问一下那个有吸毒的人，或有药瘾的人，或有酒瘾的人，你问一下那个你心里有情绪瘾的人，我就是非得帮助别人不可，我就是非得怎么样子不可，那个心的那个痒啊，很痒，我不这样我不行，就像寄生虫一样，我们需要主的拯救，就像羊需要牧羊人一样，羊也没有防卫的能力，所以他需要牧羊人，他需要我们同伴一起。另外一个羊跟人一样，久躺了久坐了，你不有所作为，在那边耍废，在那边当什么？当那个住在家里的那个叫做什么？宅在家里的，久了你就站不起来了。人也一样，所以谁关心？我们的主关心，不是像我们从火车站前面过去看到那个50块什么卖饼干，50块卖饼干，看见吗？因为他是属于比较特殊的孩子，有跟他买过吗？感谢主，你看见你听见吗？我们的主看见听见你没有叫出来，你心中的那个苦闷，你心中说不出来的，主都听见。而且主要在那个以永恒的眼光，他一步一步他在牵引带领你，而且他要先从关心你，使你能够得救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主来教导我们，我们也可以像主一样这样子啊，不是看不见，我没有办法感受到，只要我们彼此认罪，我们就可以互相来代求，我们也这样可得着医治。因为神说，义人的祷告所发出的力量是大有功效。义人是什么？主算你没罪。所以我们如果受洗，你愿意到神的面前去认罪，说主啊，求你赦免我错了，我有罪，我失了你的标准了，主就要听你的祷告。而我们就是义人，我们所做的祷告是大有功效。我们也可以跟神一样，跟神怎么样？神听见埃及那个以色列在埃及400年，他看见以色列他们被奴役的，他关心他早就为他们预备，摩西要带领他们，因为他已经看见，他动了怜悯的心，就要伸手，要把他们从埃及中来救拔起来。我们的主也一样，他从怎样，他悯我们，他也要他的儿女们领受了这样子被神拯救以后，我们从那个无怜悯要到我们的心要怜悯，我们体贴神的心意。我们体贴神的心意是什么？是要这样爱世上的人。有一个牙医师的太太，她走在路上的时候，那个是什么路啊？就是在松江路那边的时候，当她走在路上，她看到有一个男生，先看一个说，就找他问他说：“我跟你讲，你看他那个前面那个穿那个格子的裤子，然后上面是穿那个米色上衣的，你有没有看到他那个少女啊？你看她简直疯了啊！而且还有一等人，然后他会把钱拿出来乱丢。我跟你讲，他真的是疯了哦！我们去他捡钱，我们去捡钱。这个牙医师的太太，她是一个基督徒，她是一个祷告的人，她是一个怜悯的人。她没有看到那个钱乱撒，她只看到那个女孩子很可怜，她要救她。跟这两个男生说：“他很可怜。”他说：“对呀，很可怜。我那边有车 ，OK， 我们把他带在车上。”他心里想：“对，我的那个教会的祷告，那个就在那个楼上，他家的那个诊所的楼上。好，来，把他带到车上。一带到车上以后，这一个很笑的这个少女马上变震惊，然后她听到一个声音，咔嚓，什么？车子全部锁了。然后这两个男生呢，怎样？马上变出原形，用抢的，他的大哥大什么全部，你的那个账号是多少？他吓坏了，他说没，我是他的心意是看到这个少女，他要带她去祷告会，因为他看到怜悯她。这时候怎么办？没有手机被抢走怎么办？有办法，
打电话给谁？上帝，这条线都不会停。于是他说：“主啊，帮助他，主啊！”他祷告到一个境界的时候，情急之下，请问一下，他祷告的话听得懂听不懂？变成什么？方言。哇！结果他一用方言祷告以后，身边2个男生跟前面那个司机跟那个少女马上怎样？慌了！啊，我遇到了什么？这个比我还深了吗？赶快全部随便停，开门就把他踢出去。所以有人就讲，金光党以后要写一个使用手册，千万不能绑到会方言祷告的人。不要绑到那个心有怜悯，看到人就想要带他到教会的人，因为会出代志。所以我们也可以有跟神一样有怜悯，而不是没有怜悯。因为主的心意要怎样？要怜悯人。所以主今天他差派我们，差派凡是被他拯救过的，他出去寻找羊，他也要我们。因为今天经文说什么？除了用羊来表示，在当时候也用什么庄稼，就是那个熟的那个看似稻草或者是小麦或者是苹果，这些果实就是庄稼。这边讲工人跟庄稼不成比例，你不能看着它，因为不能等，因为庄稼熟了以后，你3天不采它就变怎样？烂了。今天人的心也一样，人饥渴，为了一把钥匙，一把火，可以让一死3伤。甚至那个被害人，他的眼睛可能在年轻有为时候就失明，而全身都被毁。主听见了这样的情况，他也看到教会的情况，因为有些人来教他没有参加小组，他领了他来信主以后，可是没有人关心，没有人打电话给他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好不好？我们可不可以起来？虽然我们有牧者，这是我常常提醒我的经文，因为在以西结书，我的羊群因为没有牧人而被野兽追杀吞死，我的牧人不去寻找，他们只顾自己，不顾羊群。主啊，我不要做这样的牧者。如果我是这样，请你们提醒我，而不是在跳舞，而是我真的恳求主也提醒我跟4000传道，我们一起都来。我们不是只顾自己，而我们要顾羊。当然，我们1个人、2个人没有办法顾那么多，以至于我们怎样？以西结，上帝又对他说：“我要赐给他们，赐给我们，像我仆人大卫那样君王来做他们的牧人，而来牧养他们。”继续也说：“求上主，你是生命的源头，求你指派1个人做全会众的领袖，能够带领他们作战，好使你的子民不致像没有牧人的羊群。”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些的字眼都说，不是只有1个牧人，也不是只有我们教会团队已经有3个牧者。3个牧者很多吗？不多，因为3个只有2只手，只有24小时。我们需要大家，需要团队，我们需要会众当中有领袖，需要有属灵家长，所以还没去补课的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做，因为主已经说了，要收的庄稼多，而做工的人少，所以你们要这样，我们一起来读，请。你们要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。哪里怪？打发庄稼的主，如果这个庄稼的主是谁？我们的主，他爱我们，但我们居然要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，这领导的代志，这主你的事是你爱他，又不是我爱他，是这样吗？可是这个经文明明讲说，我们当怎样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。所以，亲爱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怎样？先祷告。我们先祷告说：主啊，主啊，你兴起同工，不是只有我来做会怎样不够不完全。我们要来祷告，一起祷告，我们一起来做。但请不要说，一起来做，但不包括我。不是，是一起来做，怎样？我愿意，包括我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要起来祷告，
求庄稼的主，因为主他是掌管万有，他要我们祷告，为什么？他要改变我们，而也透过我们的祷告，要改变那个你提名带祷的人。这个就是已经满地的柚子，没有人收，它就变什么？它变什么？没有用，最多能做什么？肥料而已啊！可是如果人的生命呢？瑜伽小姐，在你的那个加护病房，如果这个人走了，他生命走了，是也可以当肥料了。但是不止这样，灵魂就这样死亡。我们比这个更急，比这个更急，所以我们的神要来呼召叫12个门徒，今天也叫你，你听见吗？我们要来领受，而且很清楚这主啊，我愿意跟随你，因为我知道旁边的人可能因为一根钥匙、一把火，烧毁了4个悲剧，可能更多，因为他家人不止这样。主托付我们，我们被主拯救之后，我们有双重的恩典，我们主恩待我们，我们反过来，我们也可以成为牧者，我们也去寻找身边的人，让他12月来到我们当中，他的生命要被医治，他的生命可能有很多的什么饥饿鬼、拉撒鬼，可能有很多什么鬼，电脑鬼，还有什么懒惰鬼、不上课鬼。人家10点考试，他11点半才去考完，都收完卷了。求神来帮助，也帮助你身边的人，不要陷在那个绝望当中。这是这个经文里面告诉我们怎么样可以成为牧者，而且我们神要装备我们是全能的，不是只有你看得见，因为神已经超越这个灵界的力量。我们只要为他提名代祷，我们只要去邀请福音的大能，就要在我们身上，神就要透过我们去祝福很多人。有一个人，他去澎湖，他是很有钱，很年轻。等一下，你们猜猜他是谁？他去澎湖带人去短宣，澎湖的就不是嘉南的嘛，因为我没有去过澎湖啊。然后他短宣完以后，他呼召了很多儿童，哇，大家就在那边感谢神，就像我们胡思晚会祷告感谢神。祷告感谢完以后，他回头一看，一排什么？一排的楼梯上面都做什么？都是什么？居然上面都做，有没有看到？那个，你们刚刚退伍了，全部坐着什么？刚要收假的军人，因为从台湾回去澎湖，全部坐在这个阶梯上，你有看见吗？有吗？有看见就是智慧的人类。看到满满都是人，然后这一个年轻人就想到说：“主居然为我开布道会，而且军人怎样全坐满了但是他没有准备怎么办？他转身就说：这个国军英雄们，谢谢你们为我们保卫国家。我来讲一个鬼故事，你们要不要听？要不要听？”这个军人超爱分情营嘛，因为单时间到要进营啊。要，我怎么感觉这个有点游牧式2世的感觉说问听，问主话信又要说问听。好，他就问：你们想不想听鬼故事？要。我告诉你们，我的外婆就是这样，这个搬家的时候搬到一个房间里面，哇，每一天都怎样，有鬼来找他。哇，就是很痛苦啊！然后有一个跟就是那个穿黑色，前面有一块的那个，他们说那个是好像狗一样，是啊，但是不是，就是可以引领的像狗一样忠心的人。他呢，你只要奉他的名说主啊，怎样？再次，还谁？不是我可以救你，谁？有信心一点，主啊！救我！你只要这样那个鬼就会走。我外婆说：“干我在干单。”好，试试看。他真的晚上回去，真的我喊主啊救我，就从此以后这个鬼就没有来。所以他说：“亲爱的同胞，我们的国军英雄们，如果你们回去营里，因为营里最多什么？
鬼故事嘛，这个鬼故事那个鬼故事的啦哈。你如果遇到了，请你怎样讲几句？主啊，怎样救我？一定会救你们哦。然后他就随时都预备这个看重人的心，就宣教，然后他就走了。你知道吗？这一个人后来变成什么？他变成我们国家当兵的时候到非洲去，然后是一个医生，他的名字连家恩。对了哈，他呢有一次去那个演讲有一次去演讲的时候，然后他就介绍他，然后会后之后一定很多人来签名，因为他有什么有一本书，他就签名。然后有一个人走到他前面来，一个大帅哥。这个大帅哥呢就很像那个俊宇走来，然后就说：“那个袁家恩，那个我你知道吗？你曾经有教过一群军人。”他已经忘记了，他教过很多群军人。他说：“你教我们说有讲鬼故事，你说教我们说主啊怎样救我。然后你知道吗？我们那天回去又真的发生鬼事件，所以我们那个弟兄就说什么主啊救我。你看神多奇妙，早就知道你要遇到的事，为你预备。结果这个弟兄怎样成为基督徒？还有下文，这个弟兄呢在哪里当牧师？神很奇妙，青菜供能股啊，不是，是神能够运用我们随时随地随传，不是青菜，是我随时我都可以传，可以来成就很多的事情，因为我们有上帝话语的权柄，我们谨记在心，而且我们接着祷告可以让人得到爱跟平安，很重要。我们要是团队，所以亲爱弟兄姐妹，我们为什么要属灵家长？我们为什么要小组长？我们为什么我们的视线传道一直要大家一起？因为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一起，我们一起来做的事情，因为主就在我们当中，我们一起，主就要成就一切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我今天讲了很多的见证，还有更多的，就是连家恩他所说的，他的这一本书。他只有一个心字，主啊，给我10万个灵魂。主啊，我没有什么，我甚至不当医生。主啊，求你给我10万个灵魂。在他的婚礼上，他都可以把婚礼变什么？布道会。而且到洞房花烛夜的时候，人家打电话来，他第一个关心的是什么？布道会今天有多少人去陪谈？有多少人怎样决志，而不是怎样礼金收多少？我有没有亏还是没有？他的心只有要听明白，因为他知道神的话大有能力。我们要来经历这一位神，这一位是行神迹奇事的神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只有你愿意相信，只要你敢信神，就敢让你靠，你就是靠上就好。只要你愿意，神会发生很多的神迹奇事在你的身上。但是一年牧师要说，你要祷告，你要愿意接受，你要愿意在急的时候要说主啊救我。当你领受以后，你也要去告诉旁边的人说，如果你有困难的时候，你要说主啊救我。那么这神迹奇事的主要让你经验。我们一起起立，我们一起来唱这首神迹奇事，行神迹的神。下面看见疾病都医治，在里面有不可能的事。你是行神迹的神，绝望中赐下盼望，在里面有震动的灵儿，每个应许都是在阿门。所以我要欢呼，一遍一遍不停来欢呼，直到每一个。剩下一点点到达，所以我要相信，一点一点不停来宣告，直到每个家的应许都完全成就。所以我要欢呼，一点一点不停来欢呼。
宣告，因为主你是使一切美好的应许会应验的神，会成就的神。愿主耶稣基督的爱跟拯救在我们的当中，愿天父上帝时刻不变，从过去、现在到永远的同在，以及圣灵此时感动我们的，要与我们同去到我们的每一个地方，使我们成为祝福，人也因我们而得福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哈利路亚。感谢主。接下来之前，我们要跟你的左右隔壁的来说，行神迹的神在你身上，行神迹的神在你身上。阿们。行神迹的神在你身上彰显。阿们。行神迹的神在荣显你的身上。阿们。行神迹的神在呼求他的人。阿们。同工请来前面，我们来感谢祷告，然后我们等一下练歌哦。好。